那红茶是被这两人的，就是问一下，红茶热的冷的？热的还是冷的？你要热的冷的？不是我的。红茶，问一下阿明。阿明不，阿明里面。日月潭的咖啡店，那个是非常有名的咖啡店，可以下次来。今天下毛毛雨。日月潭的。我记得住那个旅店。哦，这里也有很高高的房子，旅馆还做得不错的样子。台茶80号。爸爸不要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阿姨要吗？我有给你看，你有看到我在吃的？对，对啊，你看，后来我吃。我们都这个里面进去了。哦，公孙嘞，公孙嘞，在哪里？哦，在度化迄个嘿。公孙嘞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个你在那个。会搞挂这搞无讲，你听无？对呀，你对呀。东东啊，东东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东东啊，哎，东东，你个听无？你唔知？没有啦，就不能进去呢，那个不能带饭店能带走吗？太阳一定得出来，所以说这样子，他们都守得一起的。我的朋友他们带我来这里玩，好开心。你看日月潭，台湾的日月潭是非常有名的，它叫林大子。我主要不是就该放在车，你也给黄先生，那个时候也是9月还是也是很热啊。我们这边坐船的都有那个优惠券啊，所以水色码头啊，全都是有优惠券。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顶盘那边的时候。
他们我就问他们说，他们现在还是有捐葬，然后捐葬有捐葬喇嘛，还有专门念那个金刚经的，然后就是有捐葬喇嘛，然后知道好他会围那个金黄围起来，然后就直接拿往上走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身上海上面每一个人绑的身份证。对，OK， 好，了解 ，OK， 好，OK， 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感觉他们没有要上来，我拍，我来帮你拍来。啊，我常开门上来吗？这样，好，来。哦，这个这个。喂，原创照片，常识。我们住的旅馆是这个。整个好，这边还有中文的保定。我你走啊也。我一般拢两个嘛，两个哦，双数双飞的对啦，哦。哇哦！哦，哇哦，好大好大 beautiful， ，beautiful beautiful。哇哦！这雨里的，哇，看起来很高级的。我们在10楼。这的。10楼，漂亮的不得了。哇啦！
哇，你明白啊？明白啊？你看到感觉就足爽的。你看，我都腰开呀！看看有没有我。阿敏，你看，以前的关山是不是那个关山啊？我不知道，你看在远方哦，搞不好有哦，方向哦，就因为现在看不到了。你想要有，很有可能哦，它在很远的那个，很可能哦，很可能关山在那个方向哦，有可能。那这块是吧？大凤山，关山哦。是不是有可能哦？是不是那个关山？可是他那个啊？他修花看不下后啊。它左边稍微有一点那个哈，对不对？比较没那么健康的。嘿，对，它本来是一个左边稍微比较那个，左边稍微有点收进去。我那种爱就去了，下面我看我从下面拍的，我去下面看。1630米。哦，那也管呢。这样子可以看到那个山羊在跑啊。Bamboo Forest。卧虎藏龙的呀，游戏上吧。对啦，啊八开啊，哦，你3千层嘛，哎啦，哦，你用这点树哦，安尼我终于知影咱是同国的啦。我还不敢的。哦，要绕这个的，到这个停时钟3圈哦，到这个到3圈的，是时钟绕太极停3圈哦，对。好，绕3圈了。 OK， 好，谢谢。你不绕吧？好，就拍得起那边的景吗？ OK， 好吗？你是在裁员啊？拍得起吗？那我要近一点。哦，今天又到这里了。以前你们带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今天才想到了。那时候我们拍照的那个照片还有吗？给我。这里怎么走呢？看吗？对，没办法，这么近。 不要去那个瀑布呢，那个瀑布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们去这个是龙岗瀑布，这是河。
块花哦。哦，怎么这么好？哎，录影一下，帮我录影，哈哈哈哈，好开心极了。哇哦，这个好漂亮！哦，这边更漂亮，很漂亮。哇哦！我们要去那里，那里更漂亮的地方还没到。这些都是石头，还有好恐怖，这个一下来的感觉，这个很上面。应该上面应该很多，没办法清楚。从那里看到现在看不到。哦，他们来了。你再拍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有没有很大？哇！呢件淡薄。係啊，幾講會俾啦，開一隻。今天的美馆，泰国的样子。哇，你是这里的。
然后咱我们这是小孩。是哟。我你看唔知咧，我都是啊，我小孩在丢的。我讲哪里有？没有先去。这边要加哦，对，这边有加哦。来，